歡迎大家嚟臨樂善可能超幼稚園第一屆良友杯弟子規朗誦比賽，我係周老師。今日嘅活動亦都透過 Zoom 網上平台進行同步直播。友杯弟子規朗誦比賽正式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姚子柔 KCD Band， 我為你哋攞到啦弟子規4人份，守孝悌，黐緊信，散愛眾，連親日，有餘力，則復命，日則孝，父母呼，應勿回，父母命，行密碼，父母吉，失正正，父母吉，失信正。緊，朝起早，夜眠遲，老易至，識此事，實必顧，兼守口，便溺回，節正手。多謝。我哋現在進行 K2 弟子規朗誦比賽。大家好，KCD 陳友朗獎序弟子規4人份，守孝悌，黐緊信，散愛眾，連親人，日則孝，父母呼，應勿回，父母命，行密碼，父母教，須敬父母責，須順承。多謝。好，各位家長，我哋咧即將進行 K1 嘅弟子規朗誦比賽。大家好，我係 K1A 姚俊怡，獎序弟子規4人份，守孝悌，黐緊信，散愛眾，連親人，有餘力，一學晚。我係 K1A 林明瑤總策弟子規4人份，守孝悌，黐緊信，散愛眾，連親人，有餘力，七學問。多謝。老師咧聽落去都覺得每個同學都好用心喎，都好多謝咧貴校用弟子規呢3篇嘅文章啦，嚟到去做一個好好嘅示範俾小朋友，同埋小朋友咧，我覺得大家都好勇敢，係啦，願意站喺呢個舞台上面嚟到去講弟子規呢篇文章啦。咁咧頭先咧老師都覺得小朋友咧每個同學都好投入㗎。而且有啲同學仔仲預備咗好靚嘅服裝啦，咁一定係多謝家長們一個好細心、好悉心嘅預備啦，因為讓佢進入個狀態裡面。